最欢喜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勇台语，我是阿勇。我今日来到这边是五梅乡，五梅乡新竹的五梅乡，甲我的朋友，敢来自我介绍一下，这是阿雅吼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雅，嘿，袂当叫我雅婷，毋过足少人安尼叫。啊，我是咧做竹编的米丝，若讲台语是讲米仔丝安尼。咱先来看竹鼻啊，一寡竹鼻啊会当做出啥物款的作品？其实你为细项甲大项拢会使，譬如讲，咱即马咧放这点心这个茶盘嘛，吼，啊伊个看起来足幼路的嘛，这茶盘嘛是写米仔的，写米仔去做的，去饼，吼。写鼻啊？对，米仔就是咱家己破好了后嘛，啊因为伊后壁佫粗粗会着穿啊，穿就是纤维嘛，足幼的纤维，所以咱爱用刀仔佫家己写好光光安尼，骨骨。哦，写好光光安尼啊？嘿，啊佫有迄。啊，写落了后，了后就变做安尼光光的啊？对，无主要是后壁有无？后壁这摸起来你袂去着穿嘛。啊，所以咱会当做真幼路的物件，啊，嘛会当做像后壁这个粗用的物件，就是底工具的伊的米仔较大皮。较大皮。大皮咱会讲米仔较细皮，就是较矮；啊，若较大皮，就是较宽。啊，这嘛是鼻仔吼。毋是，这若是咱是讲即款较定的，一片一片宽宽厚厚的，这咱会讲边啊。边啊。边啊。边啊，啊嘛是竹做的。嘛是竹仔写的，我等下会当破互大家看。这咱讲这竹边啊。竹边啊。对，啊伊嘛是，若是哪下骹有无？咱着爱去经迄个边啊，伊才会当保护这哪的底部安尼。嘿。哦，做哪的地步？对。因为较迄落。伊较袂讲咱若底足重的物件，伊的哪会塌落去。你若边仔甲伊紧起哩，伊个甲伊安怎讲？较稳定安尼。较大的一个物件是啥？拢掠着。通常吼，咱这若是平平啊，就是无芳的嘛。咱通常是摕来晒物件，即款物件做柑嘛。柑嘛，通常咱看着晒菜迄种，你要晒啥物菜脯，啥物迄较细。啊，这个足大的，因为这是要晒迄个茶米的。所以这个叫做茶柑嘛。茶柑啊，我有听过有台语有一个词是柑仔店。哦。啊，敢是即个柑仔？因为我看迄个汉字有足侪人写 orange 迄个柑仔。对，迄个字毋对。迄个字毋对。嘿。啊，所以迄是柑仔店，原来就是即个柑仔安尼。对，嘿，因为较早柑仔店较无像咱即马足侪迄款塑胶的篮啊，还是啥物迄款置物柜架啊迄种的，所以足侪物件伊拢是用柑仔，可能就是遐尼大个嘛，用柑仔伊安尼块去分类，所以人就讲迄柑仔店。哦，了解。Orange 的店较无合理吼。那个没有 make sense。好。这是哪吼？较大的。这咱有当时啊讲哪，有当时啊会讲人啊。有当时会讲卡，咱今仔敢若有一种 sample 叫做哪。哦，这是哪？这是哪？通常是应该是讲伊的这宽度比伊的悬度搁较宽，咱会讲这是哪。啊，伊的开口较大，咱会讲这哪。吼啊，毋管讲有即个哪镜啊无哪镜，哪镜就是这。哪镜？哪镜嘿，毋管有哪镜无哪镜，伊拢会当叫做哪。啊，搁有一种人仔是讲，就是伊较悬，身悬较悬，毋过伊较矮一丝啊，伊的宽度较矮一丝。较矮。对，就像粪扫桶的迄款形体。哦 ，OK。嘿，迄个咱就叫做人仔。第三种叫卡。卡。对。卡就是咱有看过一种，伊看起来敢若人的悬顶悬，伊就是一个颔棍吼，啊，搁一个肩胛头安尼，
吼啊，伊是嘛是共款即种编辑的，嘿啊，通常人挽茶有无？挽茶会拍迄款，啊是讲掠虾啊，开即个喙足细。所以伊个喙较细，内容就是甲内底的物件袂走出去。袂走出去。迄种卡啊。OK， 好，我来复习一解吼，就是嘿，拿啊个有人啊，啊个有卡啊，三种。嘿。人啊甲人啊上济咧用的所在是倒位？像这较早吼，因为咱无塑胶，无迄款什物阿鲁米的物件，所以一般这会去搭一寡农作物啊，搭一寡菜，搭一寡什物果子有无？嘿，就是做田人有无？感觉拢是食物的。对啊，拢是底食的物件较侪啊。嘿啊。啊，嘛是有人就是这一摆做两骹，吼，啊，就摕一个迄扁担，扁担啊，就担两骹啊去卖菜，安尼嘛是有。扁担。扁担就是类似安尼，即支毋是啦，吼，就是咱甲一个较大管的竹啊，吼，你甲破做平，吼，啊，即个安尼长长嘛，啊，个安尼会当吊两骹拿，吼，歹势。啊，个担咧肩胛头。还有即个亲像嘛是拿的，就是迄个较细粒的。较浅的。较浅的。即骹叫做炊粿拿。炊粿拿。对，就是迄落因客人吼家人因会炊粿，啊，再厝一阵布，啊，甲迄粿因讲拌啊，客家拌，甲迄粿安怎讲？粿浆甲放内底。伊的特色就是讲，伊遮是平平的嘛，所以伊厝布起哩了后，伊吹好了后，规个刻起来，较袂卡掉的。了解。佮讲即个迄是菜。炊粿拿。炊粿拿，吼，炊粿拿。好，即马阿爷要甲咱解说即个竹竿鸡是要安怎做，爱啥物？啥物工具？工具。鸡丝头啊，好。啊，上基本鸡丝头啊，就是你爱有这鸡啊，吼，啊这气爱较油的，哈。镜头敢有看到啊？迄气真油的。毋过即支买无啊啦，因为做这师傅已经翘起啊。好。所以你是。莫来甲我头客哦。这我10年前买，好，啊个即支，这叫做破竹仔刀。破竹仔刀。啊，即支咱会叫伊是大刀，吼啊，通常台湾的师傅啦，正台湾的师傅就是拢专门咧做拿仔咧卖，因会用即款的。嘿，啊，毋过这嘛会使，这是日本刀啊，较细支。日本式的，啊，这是台湾式的。毋过拢共款叫迄落破竹仔刀。破竹仔刀。对，嘛会当讲米刀。米刀。破米仔刀啊。破竹仔刀啊，米刀。米刀。对，好，拢会使。好，啊，咱若是要用这大刀，就爱教即个叫做米桥。伊其实就是一片的竹仔尔。好，啊，咱这已经隔开过啊。隔开的意思就是讲，你一公的竹仔嘛，爱甲伊分，佮甲伊分几粒条，这叫做隔开。这已经隔开过，佮变做一条一条。隔开吼。隔开。咱啊先甲这肉甲伊破掉。啊，其实这会当破几落层，只是吼悬顶这竹皮是上用的。遮厉害。好，啊，这是竹肉，竹仔，嘿，竹肉就是通常会当摕去烧。嘿，恁厝若有咧兄茶，摕去烧是无爱爱。好，啊，这差不多即马是2米呢嘛，对无？啊，咱就看你要爱偌厚。啊，上薄的会当做到几米哩啊？上薄哦，你要做，我想看觅。我会当做到0.2啊。0.2的。对啊，袂试过搁较薄的，因为无做着迄个作品，所以毋知影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哦，
这是竹皮嘛，啊，这嘛是这是竹卵，啊，这拢是米啊，这拢是米啊。竹皮、竹卵，啊，佮有竹肉，啊，佮竹肉是无爱，无爱，吼。对，啊，佮上路尾一个手路，你安尼讲嘛，手路。Next step。对啊 ，next step。手路。嘿，手路就是咱爱收伊的厚薄。啊，有人囥个大腿收，吼，嘛会使安尼收。啊，即种的收法是较日本式的啦。若是台湾的师傅，拢是用安尼，这我袂晓，我感觉这是恐怖的。哦，用手的。用手嘿，因为安尼。安尼敢要挂掉？袂，因拢惯死啊。嘿，咱即摆就是要做拍一个六角空。啊呀，其实你有咧上课吼，毋是上课，教课、开课。啊，所以观众若想要甲你上课，是要安怎找你？你个找阿里本部阿里德工，里就是过日仔的日，一个德，搁一个徛迄个日。嘿。OK， 阿里 bamboo，ALI bamboo BAMBOO。对。啊，找面册。对，找面册就会使啊。上简单的。感谢哎呀，来带大家认捌即个德工艺是啥物吼，啊，佮有台语要安怎讲？好，感谢。袂，多谢。好，你若感觉即个 YouTube 台袂歹，也是对你有帮助，请甲我斗相共一下吼，就是爱下记得伫下骹迄边爱起赞、订阅，啊，佮迄个铃仔哦，感谢，努力。再会。